日籍女星千田爱莎和小5岁老公周明辅新婚时感情甜蜜，还上遍各大节目分享恋爱过程放闪。怎料去年她抓包男方出轨，分居2个月后，12日含泪斩断3年婚。事后她心碎表示，没有想过我的婚姻里面有不忠诚，让人不舍。对此时常评论时事的网红广告小妹发表看法，狠批不论老婆多正多可爱，要不要外遇完全取决于老公，只有死人才是100%安分好吗？艾莎12日下午和前夫周明辅到户政事务所办理离婚手续，事后艾莎才在脸书发文证实已和周明辅正式离婚，心碎写下：跟他相识5年多的日子，我一直都相信只要2个人相爱能克服所有一切，没有想过我的婚姻里面有不忠诚。并对曾经祝福过2人的朋友感到抱歉，让你们失望及担心了。我会努力过好每一天，找回爱笑的艾莎一字一句透露着难过和故作坚强，让亲友看了都心疼不已。而周明辅在爆出偷吃离婚后，迅速关闭脸书和 IG， 直到艾莎发文后，才透过经纪公司表示，对于这件事情的结果，我觉得非常遗憾及抱歉，在这段婚姻中没有让艾莎快乐，我很自责。对于女方的说法，我完全尊重。对此，常评论时事的网红广告小妹也在脸书发表看法。她提到有网友不解艾莎这么可爱，为何老公还是外遇？她则举例，李倩蓉也是神正啊，老公还不是常在夜店搂妹，认为男性会跟异性跨越那条线，本身就是内心狂野得很，刚好又有了机会这样。如果盯紧有用的话，李静良就不会这么不安分了。小珍当年盯多紧啊！广告小妹也下了结论，